分享是康复起来咧，我系李荣，今日要来大家分享马介呢，大家都知8月嘅时节啦，2017年台湾演唱流行音乐大奖非常闹热嘅比赛，韩国开奖咧，第八度啊，咪就得看到东多嘅福气好朋友像 Rita 啊，韩国阿曲妹，还有吉娜关呢掠到系么？唔过除睇掠到人之外啊，咪如喊下线上台嘅线上人，来参加呢一嘅比赛了。今日我紹介馬山咯，我紹介前年啊是參加了一種嘅大比賽，是拿到第3名嘅好成績嘅一隻好朋友哦。韓國了拜10個去到呢個舞台當個比賽，韓國衝出幾個好高尚韓國好嘅故事哦，韓國得到第2名嘅好成績咯。所以今日啊是會實實嘅分享機哦，佢係馬山咯，佢是係健體機嘅衝跳男哦，帶來冇強用放機嘅hiệu歷史。莎莎個分享機來從佢嘅最新嘅作品《無人欣賞》分享。第一擺見面，來到3分嘅時間，也怕案發嘅空間全部就按上鎖，走上紅蟲嘅世界，也給秘密寒流才愛披空，空上觸摸影眼，係水動一條彩色符樣，係上網做些起來。哇！家家的分享是你家的书啦，你家观众朋友打招呼，种节目一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许丽素，做的很爱秋书，我是阿叔，我是苗玲玲。哇！刚刚丽素我们听到的是《梦影欣赏》，唐天一
重推之后，我们的摄影棚整个就是安静了下来，就是非常的点静，应该敢够嘿么？这首歌其实我自己听的感觉嘿，就是非常的像，因为你刚刚有用猫咪的方式去呈现，鸟会来缝隙很亲切，就非常的像是猫咪一个人在家，刚到这个空间来，然后没有人与它相处，很故事感不够哎。可是其实你一开始想要表达的方式，其实唔系安容易系冇。迄讲诶，下亚是歌曲嘅意念系冇。嘿嘿嘿。有一种啲电台嘅感觉，那个不开人加加进来啊，偏爱搞啊，怎么给的思念啦。重点应该就是想说要想念家人，赶快回家，为什么太忙回来什么这类的想法，所以开始写。对。所以其实刚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是想要带给人家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是温暖。虽然我的歌名当时取的可能因为副歌啦，副歌从按斗拜会吃到黑每周得走主题安样，鼓手下梦影音上。其实梦影音上就是我们一开始听，所以你是先把整首歌曲就写出来，写出来了后，再勾来按名系吗？错。所以因为无人应手，我们刚刚听到会觉得是很惆怅，然后梦影对，就是很徜徉的那种感觉。冲一懂惆怅的感觉呗，有弹出来，有放情感在里面。可是其实一开始想要表达的那个意象。唔系安容易，韩国其实十个半日来记忆，你系按人的一种名系冇？听说想要取另外一个名字，电路用安容易。其实歌词里面没有电路系哪个冲跳，就会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写无人应声呢？不懂。对，因为冲完头拜会吃到电路这样黑。而且会打到我自己的。登录很有两种概念，你自己给这个登录，就如果你想要重新命名，你想要有两种的意涵，对不对？登录是他搞发就会礼物咩？能够下出那个中文来看等路，就是那个等待那个路，就是等待那个什么希望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那个双重的那种诠释吧。我觉得就是很。哇，原来这首歌这么棒，就是它有这么深的一个意思，可以不是听音乐，而是只是看歌词就已经知道它可以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一个。是等待一种，反而是大家听到音乐，虽然旋律是一个很沉稳、很低的一个旋律，但其实是希望转达的是一种希望。如果还没听音乐，甚至可能觉得那个等待这件事情，它不一定等待是很难过的，它可能是期待或者是什么，就是大家对于等待的那些情感会是很多面向。对。韩国其实了解认为该。你挑战美入糖豆，你讲你的鸟儿改上映，猫咪的一种叫声，你为什么会想要把猫咪加入到这一次的作品？其实我本人就会按有乖喵嘅人，如大家就看到你天烟呢都你节目地图听都上嘞，就很多表情跟很多反应，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才觉得猫咪其实也跟你的性格很像吗？还是猫咪的声音？我的声音会被说像猫，但我的个性或是外形有时候像狗，但最近会觉得情感面好像也有点像猫，就是动物性这件事情在每个人身上都有，但我的话好像会是我的属性。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会被人家说像吉祥物，吉祥物不是说你胖或者什么吉祥物，而是那个属性这件事情是那个特质吧。对，可是现在就是26岁了，也老了，就是要长大，看不出来，要长大了，对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是有一定的变化，所以像录猫咪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一点就是觉得怎么那么刚好，就是跟猫咪有关的歌，刚好我有这个声音，对。但是我有遇到一个很妙的事情，是我进录音室，就是原创那个要录合集，要录猫咪的时候，我卡了1个小时。
因为我太想觉得我是在录猫咪声了，可是我发现根本不是啊，这是我的声音，而且是反而想要进入那个猫咪的对，状态大家都说那叫猫咪声的时候，我就真的有点被洗脑，说对，那是猫咪声，然后我要去学，然后可是录完1个多小时，觉得不像你原本的想要的样子。我后来就自己打自己脸了，这明明是我自己的声音，我为什么要觉得我在学猫咪呢？然后我就直接跟老师说，老师我要重录，然后我直接用我自己想要做的方式直接唱，一次 OK。因为之前会觉得说，对啊，我这原本就有的声音，我干嘛要去改？可是就是进录音室就会觉得，哦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后来就觉得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是我。你自己想要去呈现这个，只是大家去感觉其实是，你起都不会鸟儿改上映，其实是你一个发自内心的那个。其实就像下歌，咩像一开始会唠叨因为猫咪才会下，不过。下出来，然后冲出来，个意念全部就会同音共发那种感觉。其实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是像跟猫咪讲话，但其实也可以符合我们跟人的对话，对不对？像猫咪跟猫咪讲话，比较像是很像是以为用猫咪的心情在讲话，但我发现我是用人的感觉在跟人沟通。可是其实唐公一台后改细节，其实是用电吉他来诠释这一段旋律，所以这个旋律一直记在你的脑海中。那一段旋律就是猫叫声，就是那一段的旋律，其他反而是后来才有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一直记在你的脑海里面。太深了，因为其实虽然现在都看起来大家都是觉得我用木吉他冲狗表演，不过其实我太好。无嘛会弹吉他的时节，真嘅，真嘅，慢音乐改细节长辈，俺们唔滴那咪开始做得按样弹还写按样，对，那时候用电吉他，那种懂廉价的吉他，然后 MacBook Pro 就这样放进去，然后开始录，随便开一轨，随便开录一录，而且我都即兴，我不想要剪那个东西，所以我也不懂那个效果器那些有的没的是什么，然后一录吉他某个旋律是那种。然后这后面还会用那些迷笛那么把它重新，就是会有一些节奏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吉他声也没有那么干净，它是那种很电子、很摇滚的，对，就是这类。然后它声音其实是它的空间是很黑的，对，所以我对这声音很有印象。但是其实我。就是因为写词写很慢，所以我的东西反而是旋律东西出来，但我不知道它可以变成什么。反而旋律会先进入你的脑海中，或是对，经流下来，和50个老词添落去。其实很有动力，世界故事都得让大家分享，大家先聊一下，等下50个转来。大家转到福气来咧，呢条线啊，老历史大最股非常介欢喜哦，韩国去分享去参加2017年呢届台湾演唱流行音乐大奖呢届作品《无人影像》系无无人影像。韩国其实了摆啊，条线面里面就讲到用鸟儿了种介方式去教你。呢届歌曲的背读，鸟儿唐公也有一段故事，就是你之前跟猫咪的渊源。之前是一直都有在养猫咪吗？我其实从来没有养过猫，从来没有养过。以前啦，就是大学时期。太好兵啊，以后有一个朋友去当兵，去走兵，走兵。嗰時候佢老貓咪變到嘅其他朋友嘅屋卡，我嘅朋友咩冇喊，我就同天數，1年多，照顧貓咪1年多，對，就一起生活當室友，然後他叫皇上，他是本身就叫皇上，對，一個胖橘貓，8公斤，個性也很皇上就對了，也不會啊，他很親人，他會跟你講話，但不是那種很吵的貓。所以他可是後來你是真的是在今年3月的時候，唐公係上呢屆時節，其實沒意外的拄到一隻鳥兒係冇暗色哦，眼睛咪咪的遇到它，聽說它叫硬要把它翻成客語就是啟拔啦，啟拔是怎麼跟它相遇？而且啟拔這個名字聽說是很可愛的由來哎，就是吃完燒烤以後要回家嘛，在淡水老街那邊，好可愛哦，對，它還長大的樣子，然後後來就出來的時候遇到它這麼小隻，然後它就很像不知道在幹嘛，迷路，然後眼睛又很
脏脏的，就是生病的样子，哈啾哈啾，因为那种很冷。所以他那时候很小一只。哦，就是这么小啊！啊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后来就是想说，因为顾那个现场有点久，发现他好像妈妈不在，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去。然后那时候因为烧烤店就是有箱子，我们就借回去。然后因为那是日式麻糬，我想说那就叫它麻糬粑。本来想说它叫起拔啦，起拔的发音好像真的有点听起来很像脏话，就对。哦，你觉得是脏话？我没有那样讲，对，就是觉得说。麻糬很可爱，而且写英文，因为 Instagram 有那个帮他办麻糬吧，麻糬就是很日式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起拔就会好啦，这样有点不公平，但就是麻糬真的蛮可爱，麻糬真的蛮可爱的。所以他跟你的互动，你觉得会影响你这一首歌的创作吗？因为遇到他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么小，完成那首歌也是他这么小的时候，所以有什么互动吗？就是爱吧。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录音室就是没有什么高规格的录音空间，但就是录完 vocal 以后，我就觉得麻糬你也来，我把它拿起来，所以我有他的声音。那个时候就是小孩子的童音，小猫用猫的童音。是你捏它，它才我才没有嘞，我只是把它扶起来。你捏它，我有特地去检查那个录音档，就是我会喵一声，然后它就跟着喵的那种。Sorry， 你改比赛改 demo 第几度就记得上？我唔記得咧。不過我嘅合集原創嘅合集，我有丟給音檔本老師，都得不用引起吧？對。所以有麻糬的現在有客家音麻糬的原因在裡面。嘅時節嘅聲音上。Sorry， 其實咪係另類的一種共同創作就對了。都等人講。所以其實你擺個歌曲，你看到你的現場表演嘅時節，其實到前一年的。编制整個是很不一樣的。然後我看到接受訪問的時候，你有特別講，你一首歌曲你落去向處的動機嘅時節，你其實比較適合是你跟自己去做表演的，就是你自己與一把吉他的狀態，對不對？其實表演這個嘅歌曲，哇。回憶起8月的時候，前年嘅天天行興，因為我老嘅團員有向他做一個表演，然後百合花，百合花嘅時節，那個大鼓嘛，有吃到大鼓嘅編制咩以後他，有時候比賽嘅時節就會想到，那藝術歌曲做的用版呈現啊，就不用引起，有時候咱會有吉他，然後大鼓嘅表演，這個編制是一個 band 的感覺。不過伊在時期嘅選擇，係因為16年嘅表演，那個朋友就會講，其實冇一定愛有樂團，對，這個時候我就想，抽哦，有時候是被說服嗎？我不確定，但的確會感覺到自己在拿吉他自己唱，雖然有一點孤寂，但卻還是可以很有力量，很適合那樣子的一個歌曲的呈現跟。這首歌反而對我覺得，因為我的聲音已經有太多事情在講，那幹嘛不讓它純粹一點？單純一點，但有舞者是因為我本身就覺得我想要跟這位朋友合作，所以當確定原唱有上的時候，我就直接跟他說，我想要跟你一起。唱功沒彩排，完全沒有彩排，就是他，所以他有聽過這首歌曲。有，他在8月的時候有在台東聽我唱過一次完整的樣子，因為其實歌要怎麼唱這件事情，我想了很久。現在聽到這些詮釋，真的都是因為時間的演變之後有現在的想法，慢慢呈現出來。不然寫完的 demo 到現在，我自己是覺得唱歌的詮釋跟彈奏這些。包括後來的錄音都會有不一樣的，每一個階段真的不一樣，真的對。所以其實現代舞嘅表現，就是現代舞的這個表現，你自己覺得，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rim偶到舞頭，然後你們之間是沒有去做溝通，但卻呈現的，你覺得是一個很美好的狀態，對不對？我希望不是只有我自己覺得美好，對，因為其實他也忙，我也忙。所以那個彩排真的是只能在抽出一點試音時間都不一定知道，所以真的是比賽前看到也許會有的樣子了。我很自在，他在台上的時候，我會很專心的想要接受那個舞者的流動，被感動，然後唱出來。但那個感動真的只是因為開心而已嗎？或者什麼？那個情緒面是有很多事情的情感，所以幫助我很多。
对，但我也相信我的音乐也有回馈给他或是其他的人，所以他们才会去针对我们后来呈现的视觉、听觉，然后又再给我不一样的回馈。其实安永英因为爱看安永英个片段个时间，应该是都就是你眼神是很专注的在舞者身上，跟投入在你的音乐里面。其实你们虽然看起来是没有在互动，但其实你们是有在情感的流动跟音乐的流动。我觉得看起来蛮感动的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件事。谢谢你。所以你自己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是，你觉得是很自在、很放松的？那一刻好自在，因为以为会被生活上的事情，而且比赛谁不紧张嘛？对。但那一刻我很相信，我竟然是专注的在 focus on 他的那个呈现跟。但我的确在猫叫声，我后来听那个记录，反而觉得可能是猫叫声可惜。对，猫叫声如果真的要去讲，他们可能会觉得 pitch 不对或什么或什么的。可是其实这就是我觉得猫叫声的弹性在于，谁说它一定是 on key 的那个感觉？对，所以后来觉得有些小插曲都蛮好的啦，会让我一直去想，那这首歌它的哪个时刻是怎么样子，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。对。那你自己对于客语呢，讲哈汉狗写歌的两种该封面，唐公，你对于韵脚其实没有这么的在意，你觉得歌曲其实就是顺畅跟能够符合你的旋律，对不对？错，韵脚虽然写一写，好像我也有韵脚这种东西，但其实这个不是我的重点。我在写的时候，其实唐流行嘅客家歌曲，我会知道有一些咬字跟，因为我会想要学。大家如果看 YouTube 就会有秋书的时间，会分享嚟喜欢马家歌曲。不过我会好写嘅條朋友嘅客家歌曲嘅時間，就會有一種困擾，因為我會想去學嘅它發音嘅那個我用嘅發音。我知道，念嘅時間係按用，會衝唔出來，會衝唔出來，吸煙嘅腔衝唔出來，會知道懂困擾，有一點點啦，會想要試着轉換唱法，所以在寫自己的詞的時候，也許會慢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之一，對，所以。会需要酝酿一阵子，跟酝酿，或者是再继续找那个客语，要么是字要去改，要么是我的唱的音要去改，因为毕竟如果唱了妈妈听不懂，那就表示我写的不太妥。所以大白是会那重本妈妈堂系冇，都会。基本上写出来嘅歌曲，伊听错我一本嘅不可以弹。阿婆的糖的色，阿婆糖的色，妈妈糖的色，还有就做得嘞。所以阿婆你阿摆就糖歌，你首歌曲叫嘛个干讲哦。真的，一摆金毛打天马本来讲，送摆听听行，佢歌几张嘢大本来讲，我啲台下要叫呢，感通呢。我说阿婆，应该妈妈呢？妈妈这次应该也有听到这首歌曲。她没有改我的词。哦，她没有改你。以前可能会觉得，以前会觉得说，那你这个要不要换过，然后再去写过？某人欣赏是过关，他喜欢，这样很棒。因为妈妈本身也是唱歌的人嘛，所以就觉得被肯定这件事情，而且被家人觉得语言上跟音乐上的东西有感动到他们，并不是因为我是他们女儿哦。我就觉得，哇，某种改一种感同，就是它是另外一种方式在慢慢的支持你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这首歌吧，我觉得这首歌的出现真的有好多的故事在我的生活周遭发生。对。所以每一堂都历史分享，梦影影上了首歌曲，其实有当多个故事，韩国情感都伫背读，还有嘛个故事，等下10个钟都会让大家分享哦。苏当给掉的呀。
啾啾啾，悲伤又悲伤。佢講頭前嘅路艱難行，愛看日大咪咪差唔多，愛強啊來了麼？愛強啊來了麼？來呀愛怎麼扛呀？哇，你係歷史咱就嘅夜哈係冇？夜哈，我談了書過課，我知道係一種離鄉遊子的感覺。離鄉遊子就是有那種啊，我現在要回去家鄉嗎？我該不該回去？我準去該種感覺。可是你原本想要創作這首歌曲的想法跟概念是什麼？這首歌是大學的時候，也是吉他的概念，就是彈一彈，這個旋律幾乎都被唱出來了。當時候的記錄，然後是在去年寫的。我是對，所以大學的時候，這個旋律早就有了，而且那時候還是跟現在一個叫做13月終了的主唱雅婷一起寫的詞，他寫的詞以後幫我唱出來，但我後來覺得這首歌我想寫客語，所以我就對那個副歌那個哎呀哈愛真不卡這句話其實是最早出來的，所以他原本你們創作出來的時候是翻譯個就中文的歌曲，應該說曲本來就是我的，是我給雅婷聽的時候，雅婷想要唱，所以雅婷寫，然後我們秋書的時間會有記錄，就是可以聽那時候我們的合唱的聲音，對。然後這個的話是，就是說要寫客語嘛，所以寫。然後那呀哈中文卡寫出來以後，就覺得，哎，那怎麼辦？這故事到底要怎麼寫？詞就是我說寫很慢，這個的話就是剛剛那一位舞者朋友幫忙我。哦，他給你什麼樣的想法？他看着我卡關有點久，所以他決定講個故事給我聽。他就在聽我彈旋律的時候，他就開始講一些事情。故事是什麼我有點忘了，但我就開始寫詞，所以我就把那個鳥這件事情的東西開始漸漸寫出來。寫完以後，詞也其實都確定，但又卡關在於怎麼唱。卡了2天還是1天，我有點忘記，因為那時候就是很謝謝他幫助我想出我自己的詞，因為他真的只是在分享他覺得聲音生活的故事，或者是聽完這個旋律，對，他在想象的時候，我也在轉譯我自己的文字，所以後來你就這樣子創作出了這首歌曲。對，我後來只是因為換個和弦，這首歌就被唱出來了。但是唱的那個調性是，也沒有完全呢，只有副歌是整個篇幅是原本當初的聲音，其他主歌也是後來的。對耶，這樣一想，是，真的是每一個階段都有某強容嘅表現嘅方式係冇。韓國其實愛彈了首歌曲嘅時間愛上會落去變奏，開了嘅唱法，其實都唔難嘅。基本上來分享，彈講伊唱到愛係講開了嘅，非常嘅興奮，非常興奮，想說啊，我聽不聽得懂，對不對？所以你還視線的話是怎麼樣去講這一句話？來教我一下。調誒，順便帶點調誒，我會看下來了麼？佢講我會看下來了麼？其實跟我唱的音很像啊，就是我在講字跟我在唱，會是詞去配合旋律，然後去做調整，對不對？還是說是互相去？因為有些音是我很喜歡，所以我字可能就得改。所以用海陸的念法是數檔愛調兒。你要立刻，我應該沒有辦法，但我可以先聽你念完，因為我沒聽過。數檔愛調兒，順，我們不會講順片，你們是講順片，可是我們是講順挑，就是邊邊順挑大連，我們是大連，大連寫哦。
feel 哎，对，就是整个音不一样。其实我觉得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，你要唱的可以让别人听得懂，其实也是要去互相配合词跟曲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也有人说不要太拘泥这件事情，不然就写不出歌。你自己是会很拘泥这件事情？我不觉得它叫拘泥，而是它是我本来就觉得我想要这样。对，因为不然我自己唱自己听不懂的声音，也不像自己，可能就根本写不出来。没错，唐公，其实你分享挑战分享改黑，就是跟鸟儿有关的。听说今年有一部戏剧跟鸟也有关系，怎么这么刚好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叫《阿飞正传》，可以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情吗？比较像是我的身份啦，我演的一个是角色叫王菲，22岁，就有点类似出社会的新鲜人要找工作，那他还不确定自己的方向，所以跟着他的朋友学长去大城市，然后参加一个鹊桥甄选，鹊桥工程技术大学的甄选，然后他的形式就是会比一些才艺啊或什么，有点像现在那个 Produce 101的概念在做甄选，然后筛选这样，然后可是他在里面过程中会发生一些上层结构、下层结构的一些，他不想知道的事情，他不觉得跟他有关的事情，他知道了，他认识了，然后他也会有一点迷惘。那他这样子对于未来，他真的要选上那个 C 位吗？他真的可以站在那个 C 位吗？但他站在那个 C 位，对别人来说是什么意义？对他自己来说是什么意义？之类的，我觉得蛮适合，因为刚好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。虽然我26，但我还是有一些大4的，就是毕业阶段的朋友。刚毕业，我觉得就是蛮贴近一些人，或者是像剧场工作者。可是其实这跟剧场不剧场也无关啦，就是每个人在历练人生不同阶段。其实是海后冰亚的细节，大家都会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转换，跟自己心情上面，你要从一个学生儿变走煞福感应史，就社会人士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去变成社会化这件事情？以学生阶段来讲，这件事情可能会感触特别深。对，没错。唐公你白，你还很多改是预告片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小小的前导影片，听起来是很欢乐的一个状态，它是用阿卡贝拉的方式，对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整出戏剧都是这样，全部都是我们11位演员的嗓子发出来的声音。唐公两百汉就给他汉语和个喉咙味，就是全部都有结合在里面。而且还有香港人也一起来唱中文歌曲，他们太厉害了，很专业的，就是音乐的那个。这次是什么样的机缘？来参与到这次的演出，其实就是剧团有邀约，因为我不太会做 audition 这件事情，但谢谢他们有想到要找我，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次的参与我很珍惜，因为就是跟2年前的访问，可能那个对于剧场的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。这一次遇到这个角色，跟遇到这样整个团队，又还是几乎不认识的人，完全都不。台北的演员是有认识，然后有新认识的朋友，就是这些缘分对我来说。甚至连角色我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状态跟一些历练，会觉得很像是角色把我吸过去，或是我把这个角色吸过来，互相在影响。对，但不会说什么你会不会下不了戏什么，不是这种东西，而是就是觉得你会有东西想要好好的工作这些角色。唐公虽然你俩白是一个角色王菲，可是其他人可能同时有不同样的角色，他们是这样子，他们在声音的表现也有很多的。对，需要就是下很大功夫，因为连唱也是，像我的课题就会是我在唱歌会有唱歌的那个量，可是那在王菲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让她跟唱歌的声音是很像的个性，而不是梳理说你唱歌是这样，你演戏是这样，对，她不要那么切割的话，会是怎么样子的，让听觉上是舒服的连接点，这是我自己要去准备的。所以其实你是都从过2件事情会让用到任务，你自己2个角色在转换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训练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困难点？感性上面是还可以知道那个连贯性是什么，但技术上就变成是说声音的技术真的是要去磨练，对，要下一点功夫，因为你知道唱歌怎么唱，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想想看台词的音乐性是什么，对，这是我自己觉得的。所以唐喜乐非常的精彩，就是所有的磨练都在这边。赶快跟大家讲一下，让出改世界黑奶是，应该没有记错吧？12月15、16系吗？16，嘿，错。86、82系吗？
第哪篇？台北的城市舞台。台北的城市舞台，欢迎大家来看戏。今年的非常感谢李淑蕾到呢个节目地图，希望明年就在10个绕场年来分享个新专辑，明年希望。我有梦有没问题呢？动听之后嘞，加油加油！谢谢丽叔，也希望呢观众朋友个收看等下天的呢个认同，线上看下来认同了。